婉兒，柳公公。婉儿，你的伤还没好，怎么就做事了呢？啊，柳公公，扣扣随娘娘去景阳宫拜见兰贵妃娘娘了。我刚刚见桌上有些灰尘，就想着把它们擦拭干净。哎，不行，你快下去休息吧。娘娘要知道本公公让你带伤做事，一定会责罚我的。柳公公，我没事的，况且这些很快就擦干净了，娘娘也不会知道的。婉兒啊，娘娘對咱們下人這麼好，咱們可不能讓娘娘生氣。就算本公公不說這事兒，其他的侍女和公公們看到了，沒準兒誰就會告訴娘娘。你下去吧，我來幫你擦乾淨。那好吧。那就有勞柳公公了。哎，我先出去了。主子，德妃娘娘到了。董姐姐，妹妹真的好想你啊。兰贵妃，你现在贵为贵妃，我只是个普通的妃子，你不能再叫我姐姐了。姐姐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莫非是上一次在皇额娘那里，妹妹没有站出来帮姐姐说话，姐姐生妹妹的气了？妹妹，你说什么呀？姐姐哪有生气，姐姐只有感动。看到那日你在慈宁宫为了姐姐和静妃理論，姐姐看到你眼裡的淚水，姐姐知道你一定是受了静妃不少的訓斥責罵。今天你又請我來景陽宮做客，這是頂着多大的壓力，需要多大的勇氣啊！果真妹妹，姐姐真心感謝你。姐姐，要說這勇氣，妹妹可真的不敵姐姐。妹妹就是請姐姐來我這裡，也都等到天黑才敢請姐姐來。是啊，妹妹的確壓力很大，可是妹妹知道姐姐的壓力更大。姐姐，妹妹以後一定和姐姐同甘共苦，幫姐姐在後宮站穩腳跟。一定不能讓阿瑪看出是本王派人刺殺的洪承畴，否則他一定會被氣死。果真妹妹，姐姐還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。我想明日去拜訪童姐姐，你覺得合適嗎？要說拜訪嘛，也倒沒什麼不合適的。再說，姐姐和榮貴妃已經有很深的友情了。這個姐姐知道，可是姐姐擔心，如果我貿然去拜訪童姐姐，會給她巨大的壓力。可是姐姐實在感激童姐姐，我自從進宮以來，童姐姐沒少幫我，這份情誼，姐姐時刻不敢忘記。而且姐姐也想讓皇額娘知道，我董小宛並不是可怕之人，董小宛也可以和後宮姐妹友善相處。這個董小宛還真是不可小覷，前2日那麼重的打擊都沒能把她打倒，如今還想着如何拉攏人心，還真是個強勁的對手。姐姐的這個想法呀，妹妹也贊同。明日姐姐去拜訪榮貴妃，相信榮貴妃會很高興的。我覺得呀，姐姐無需顧慮太多。妹妹既然這麼說，姐姐就放心了。
姐姐，請喝茶吧。哎，阿玛，您觉得这是儿子干的？儿子怎么能干出刺杀洪承畴的事情呢？阿玛只是怀疑，刺杀洪承畴的人真是天地会的人吗？阿玛，您太小看儿子了。就算儿子真想除掉洪承畴这个眼中钉，儿子也不会用这种危险可怕的方式啊。再怎么说，洪承畴也是朝中的大员，要想除掉洪承畴，也得依法循律啊。将来兒子還要接阿瑪的重位，兒子怎麼可能幹出這樣的傻事？阿瑪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麼想兒子的。基督啊，你別生氣，阿瑪也不相信你會這麼做。不過事關重大，阿瑪也得確認一下呀。天地會視洪承畴為賣國賊，故此次刺殺洪承畴，應該也算是合理。行刺洪承畴一事，现已查明，確是天地會所為。這件事情，朕很慶幸，暗中派了3名侍衛保護洪大人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。皇上對洪大人真是偏愛器重啊，讓臣等十分羨慕。不過臣也有個疑惑，皇上也是不久前才派人保護洪大人的，這是何原因呢？為何皇上從前從未派人保護過洪大人呢？正是，皇上，此事的確有些令人費解的地方。莫非皇上已經得到了什麼消息，事先知道天地會派人來刺殺洪大人？這件事情其實是皇額娘先想到的，是皇額娘要求朕必須要派幾名侍衛暗中保護洪大人，所以現在朕十分欽佩皇額娘的判斷。原來是太后娘娘的懿旨，太后娘娘神機妙算，又一次救了洪大人的命。皇上，老臣感謝皇上和太后娘娘的救命之恩，老臣必當肝腦塗地，鞠躬盡瘁。8月秋高風怒號，8月秋高風怒號，捲我屋上3重茅，茅飛渡江灑江郊，高者掛卷長林梢。真棒，玄燁真棒。啟稟貴妃娘娘，德妃娘娘求見。德妃在外面求見，要看望我。她有什麼事兒嗎？回主子，她說沒什麼事，只是來看看主子，陪主子聊聊天。哦，奴才心想，這位德妃娘娘是太后娘娘和眾娘娘所討厭的，要不，主子說不便見人，我便去回了她。不，她既然來了，本宮同她也有交情，你去請她進來吧。這，眾位愛卿，此次行刺事件，給朕敲響了一個警鐘。這說明現在天下還不是很太平。不過朕已嚴令宮中加強警戒，朕希望各位愛卿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嚴防此類惡性事件再次發生。皇上，臣負責京城的守衛，此次洪大人遇刺一事，臣有責任，請皇上責罰。天地會它是個老鼠會，防不勝防。這次很明顯，又是他們的一次精心策劃。敖大人，這件事情與你無關。臣謝過皇上。不過，現在除了天地會之外，其他各種反清的勢力，朝廷也要多加注意。因此，從即日起，
9門提督鳌拜，一定要严令各部各处，好好的加以巡视，不可以有一点鬆懈。听明白了吗？臣鳌拜领旨。皇上所指已不止天地会，皇上所说其他反清势力，指的是什么呢？左大人，这个我想就不用朕解释了吧？反清的势力，难道就只有天地会？如果真的只有天地会一家，那朕现在就可以高枕无憂，回去踏實安睡了。对，臣糊塗了。冒昧前来打扰容贵妃娘娘，董鄂氏给贵妃娘娘请安。德妃安好，德妃来承乾宮看望本宫，本宫很高興，哪有打擾之說呢？玄燁，這是董娘娘，叫董娘娘。董娘娘安康吉祥，董娘娘好漂亮啊！三阿哥也安康吉祥，三阿哥好。他對你可是格外親，這麼多後宮嬪妃，他可從沒說過誰漂亮的話。額娘，董娘娘就是很漂亮嘛。多謝三阿哥，三阿哥誇董娘娘，董娘娘啊真心高興。三阿哥長得真俊吶。玄燁長得像皇上，也像皇上一樣天賦極高，小小年紀就對漢人的歷史文化興趣極大，這點極像他皇阿瑪，殊為難得。難怪皇上如此厚愛三阿哥呢。玄燁，去做功課吧，去吧。董妹妹，請坐。好。这照理說，我早就該來拜訪容貴妃娘娘了。昨日夜裡，蘭貴妃娘娘請我過去小坐一會兒。她跟我說，這初到後宮之人，照理說應該拜訪一下各宮的主人。可是小婉的情形實在特殊，有些宮裡的主人，小婉是不便拜訪的。只有容貴妃娘娘這兒，小婉是可以拜訪，也是真心想拜訪的。蘭貴妃已經請德妃去過了。她真是有勇氣，令我慚愧。說實話，以德妃的情形，應該是本宮先發出邀請才對。我也確實在考慮，過2日就請你過來坐坐。小婉一直擔心，所以猶豫着不敢來。聽貴妃娘娘這樣說，小婉真心高興，心裡也踏實多了。怎麼會呢？你能來，我高興還來不及呢。今日天氣晴好，就在我這兒多坐會兒，聊聊天兒。好。德妃請用茶。這解藥功效極佳，若是董小婉能夠服上3次，懷孕的可能性就有7、8分。劉兄弟，解藥給你了，你找機會換包，事情就成了。請總舵主、宋堂主聽好消息吧。劉兄弟，還有一件事，本舵主想請你幫一個忙。劉光才公公是咱的人，你也是知道的，只可惜他的底細我們還沒有完全掌握。本舵主想請你在行動的同時，也順便多留心些劉光才公公的所作所為。畢竟這個人對於咱們天地會是至關重要的人。您的意思是暗中觀察？就是這個意思。前日在慈寧宮，小婉給皇額娘還有眾位娘娘彈唱《長恨歌》，小婉看見了貴妃娘娘眼裡的淚水，小婉心裡好溫暖，也很感動。正所謂曲為知音，小婉彈唱的《長恨歌》能為貴妃娘娘所欣賞，也不枉小婉傾心盡力地彈唱那一曲。德妃的唱曲實乃仙音仙曲，又是聲情並茂，將一曲《長恨歌》唱得感人至深。
本宮想不流淚都不能啊。本宫对德妃的宠辱不驚，也是深為欽佩。听貴妃娘娘這樣說，小婉心裡感動極了。小婉多謝貴妃娘娘。董娘娘，董娘娘，你喜歡唐詩嗎？董娘娘喜歡，董娘娘很喜歡唐詩，三阿哥也很喜歡唐詩，對吧？唐詩300首，她都能背下一半了，喜歡得不得了呢。這唐詩300首，三阿哥都能背下一半，三阿哥真了不起啊！那三阿哥最喜歡哪一首唐詩啊？我最喜歡杜甫的詩，其次才是李白。三阿哥最喜歡杜甫的詩，三阿哥為什麼不喜歡李白的詩呢？李白可是詩仙呢。李白是詩仙，杜甫是詩聖，我更喜歡詩聖的詩，因為老杜更關心民生疾苦，像他的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，我就特別的喜歡。三阿哥喜歡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啊。玄燁，給董娘娘背背這首詩的最後幾句。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。風雨不動安如山，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？吾廬獨破受凍死一族。好，三阿哥背的實在是太好了。董娘娘也很喜歡詩聖這首詩，詩中一氣呵成的氣韻自然不必說，詩聖詩中那種胸懷，才真的令人高山仰止啊。董娘娘所言甚是，詩聖的胸懷真是令人敬佩。不過若我來寫這詩，我不會讓我的房屋倒塌，讓我挨餓受凍死去。我可不想受凍，我家裡還有很多人呢，我可不想讓一家人挨餓受凍死去。啊，那如果三阿哥寫的話，三阿哥想怎麼寫這首詩呢？我會寫願吾廬安泰，更願天下皆然。好，真好。三阿哥改的別具一格。聽皇阿瑪說，最近鬧水災、旱災，不少人流離失所，糧食短缺，我聽了真心痛。我希望天下沒有一個人沒住房、沒吃食。貴妃娘娘，這三阿哥真了不起。我想，以三阿哥宏大仁善的胸懷，三阿哥日後一定會造福百姓的。他很少跟人談得這麼投機，你們倆真是有緣。貴妃娘娘，時辰不早了，已經打擾貴妃娘娘這麼久了。那，貴妃娘娘，小婉告辭了。德妃，你不必一直稱我貴妃娘娘這麼客氣，我比你大一些，若你不見外，就叫我姐姐吧。妹妹有空常來坐坐。童姐姐，那好，妹妹以後一定經常來看望姐姐。那我送你到門口。好。额娘，我也要送董娘娘。好，我們一起送董娘娘。那董娘娘多謝三阿哥啦。我們走吧。嗯。姐姐，據我的眼線報告，董小婉去了承乾宮，足足待了1個時辰。1個時辰呢，兩人是有多少話要說呀？這個董小婉看着挺溫和，鬥志比我想象的倒要更強。她在慈寧宮受了那麼大的屈辱，皇上都沒有去安撫她，她居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恢復了生氣，還敢主動出擊了。可不是嘛，她昨兒去景陽宮，今兒去承乾宮，看來她真是想要死死地抓住果真和童家氏這2個人做盟友了。妹妹，坐下說話。嗯。這果真咱且不說了，他靠着討好皇上，接近董小婉，才有了今天。如今他賭贏了，自然敢光明正大的和董小婉結盟。可是，這個童家氏
但三阿哥立不成太子，董小宛会死在佟家氏的手里。莫非佟家氏接近董小宛是要害他？佟家氏不會起心害董小宛，他是真心同情，些許還有些欽佩董小宛。可是他的兒子玄燁會害了董小宛，明白吗？皇上一定要亲赴灾区巡查灾情吗？灾情如今越来越嚴重，兒子親赴災區，意在傳達朝廷與百姓能夠同心協力，抗擊災情的意志和決心。兒子認為此行大有必要。皇帝這樣做得對，可以展示大清浩蕩皇恩，亦可大大鼓舞民眾士氣。不過洪承疇事件之後，皇帝出門更要注意安全。皇娘放心，安全事宜，兒子已經做了妥善的布置。如果有人敢趁機動手，那就是自投羅網。洪承疇與皇帝同行嗎？洪師傅他請求過幾次，可兒子覺得他年事已高，所以沒有准他的請。皇帝此行是要表示姿態決心，時間不宜太長。這點皇娘放心，兒子不會去很久，兒子就到京畿一帶巡查災情，不出10日便可回京城。額娘的意思是以不超過10日為佳。明白了。皇娘，兒子已經很久沒有歇駕鐘粹宮了，所以兒子想在走之前去看看德妃，可以嗎？本來皇帝臨行之前最應該歇駕的地方是皇後的坤寧宮，不過皇上最近對寵愛德妃的克制，大家都有目共睹，額娘也無話可說。你去吧。多謝皇娘。小婉，朕最近甚少來鐘粹宮，你不會怪朕吧？皇上說的什麼話呀？照理說，皇上臨行前本不該來小婉這兒，可皇上還是來了。這份情實在太重了，小婉心裡不安呢。那你為何還不趕黃公子走呢？小婉不趕黃公子走，是因為小婉不捨得皇上走。朕也捨不得你呀。這段時間，朕一直在努力地克制自己的內心，不來看你。現在朕終於明白“咫尺天涯”這4個字的含義了。咫尺天涯，還真是咫尺天涯呀。对了，朕聽說最近佟家氏跟你走得很近，他對你很友善，三阿哥也很喜歡你，朕很高興。是啊，佟姐姐，她真是個好人。小婉果然沒看錯，小婉現在在後宮啊，已經有2個好姐妹了。如果說之前果真是因為聽了朕的話才來接近你，那現在佟家氏是真的很喜歡很欣賞你。
才會把你當成妹妹。朕很高興。皇上，後宮的事你放心吧，小婉相信，只要依靠自己的真心，一定能與後宮姐妹和睦相處的。就算皇额娘不接納我，我也定會真心實意的孝順皇額娘。所以皇上這一次出行，就好好的巡查災情吧。現在讓朕擔心的，就是皇額娘。她可能直到現在還沒有接受你。姐姐這幾日身體一直不舒服，可想吃點什麼呀？不想吃。這幾日頭昏昏的，還全身發冷。娘娘，還是請金太醫來瞧瞧吧，這病可耽誤不得的。想請金太医瞧病，得有皇额娘的旨意。我不想打擾皇额娘。娘娘，有病要及时用药啊。娘娘，这……婉儿，我看娘娘这病可不轻啊，不及早讓太醫來瞧瞧，真要出了好歹，咱們可都要掉腦袋。你到慈寧宮去稟報太后娘娘一聲吧。公公不說，婉兒也定要去稟報。劉公公，那我先走了。皇帝一走就病了，撒娇的病。太后娘娘，德妃娘娘真是病得不輕，又不准奴婢過來稟報，怕是打擾太后娘娘。柳公公怕責任重大，私下讓奴婢過來稟報的。有什麼病狀？德妃娘娘因是受了風寒，已經2天了。婉兒，哀家看你的傷勢好像還恢復得挺快。奴婢回太后娘娘話，奴婢的傷真是好得差不多了。奴婢多謝太后娘娘，令太醫院送來好藥，奴婢的傷恢復得快。還有一個原因是……還有個什麼原因？怎麼不說了？奴婢這話不敢說，奴婢怕說了惹太后娘娘生氣。哀家讓你受了不應該受的苦頭，即便有什麼不好聽的，哀家也不會責罰於你。你說吧。姑姑，德妃娘娘竟然親自給一個侍女揉腿按腳，替她治傷，這後宮的主子哪一位能做到這一點啊？而且德妃娘娘還特意囑咐不讓別人知道，這說明她並未有絲毫故意顯示仁善之意啊。她還敢宣揚仁善，她這是亂了尊卑。太后娘娘，是奴婢亂了尊卑，奴婢一時失言說出此事。太后娘娘要罰，便罰奴婢吧。若太后娘娘為了此事要懲罰德妃娘娘，奴婢便是愧對德妃娘娘，奴婢也不想活了。姑姑，這事不應該罰他們。依蘇娜看，德妃和婉兒都不應該受到懲罰。好，既然蘇娜幫你們說情，哀家就不懲罰你們了。婉兒，你去太醫院裡幫德妃拿點藥，順便幫你自己拿點藥治療自己的傷，但要記住，不可以再讓你的主子幫你揉腿。
婢多謝太后娘娘，奴婢替董主子多謝太后娘娘。起来吧。奴婢谢谢太后娘娘。臣妾给皇额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坐吧。姐姐，皇额娘，皇额娘，臣妾一定会孝順你的。皇额娘，姐姐一定会孝順你的。皇额娘，臣妾会孝順你。臣妾一定会孝順你。臣妾一定会孝順你的。扣扣，现在是娘娘们到慈宁宫请安的时辰，可德妃娘娘这烧得迷糊，还直说胡话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要不去请安，后果严重吗？十分严重。没有万不得已的理由，规定的时辰没有去请安，这是大不孝，是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的。那婉儿姐，快去慈宁宫禀告太后娘娘吧。姐姐都病成这样了，这还不是万不得已的理由吗？可是德妃娘娘没烧糊涂前，叮嘱过我不要去禀报病情的。皇额娘，臣妾。皇额娘，这请安的时辰都已经过了，怎么还未见德妃的身影？也未曾见她派人前来禀报一下情况，简直是不孝。人家仗着皇上的宠爱，并未把给皇额娘请安当回事呢。皇额娘，臣妾听说这德妃生了重病，定是起不了身，没赶上时辰，所以就没有给皇额娘请安。姐姐醒了。扣扣，我是不是误了请安的时辰？是过了一会儿了，婉儿姐已经去慈宁宫禀告太后娘娘了。没想到发烧误了请安的时辰。哎，姐姐，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还去请什么安呀？这请安可是大事，快帮我准备。姐姐，姐姐，快帮我啊！哎呀，奴婢禀报太后娘娘，中绥宫德妃娘娘患重症风寒，实在不能过来请安，请太后娘娘恕罪。姑姑，看来德妃的确病得很严重，才不能及时来请安。婉儿，德妃既然重病不能前来，为什么不早些过来禀报太后娘娘？奴婢回皇贵妃娘娘话，德妃娘娘烧得迷糊前，叮嘱奴婢莫要禀報病情。德妃娘娘说定会过来向太后娘娘请安，谁知后来烧得迷糊，睡在床上直说胡話呢。婉儿，前日你来禀报过德妃患病，哀家让你去太医院拿药，怎么还不见病情好转呢？奴婢回太后娘娘话，可能是奴婢没将症状说清楚，拿回的药服用后也未见效果。哀家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柳公公，再快点！娘娘，轿步已经很快了，您身子不好，再快会颠吐的。德妃娘娘，德妃娘娘，奴婢已经向太后娘娘禀报过情况了。娘娘的身子这般虚弱，就别去慈宁宫请安了吧。不行，只要我还能动，就得给皇额娘请安，这是大事。快走！皇额娘，
您就这樣放過德妃了？依臣妾看，那個董小宛定是在故意裝病。索爾納，就你最聰明，是否裝病哀家看不出來嗎？要不你去鐘粹宮。董娘娘，董姐姐，德妃，娘娘，娘娘，董姐姐，娘娘，娘娘，你醒醒啊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醒醒啊！娘娘，你醒醒啊！娘娘，皇祖母，娘娘晕死过去了。娘娘，董姐姐，你醒醒呀！皇祖母，董娘娘为了给皇祖母请安，晕死过去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德妃，快醒醒啊！董娘娘晕死过去了。董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董娘娘，阿玛，这灵珠让那奇从宫裡帶出消息，說董小宛現在在後宮混的是越來越慘，不過還在拼命掙扎。這魚被網住，越掙扎死的就越快。皇上巡視災情就快要回來了，兒子估計，皇上見到董小宛的狀況，肯定會忍不住出面相助的。皇上出面相助，就同太后娘娘鬥上了。皇上失態，對議政會議只有好處沒有壞處。這倒也是。這眼瞅着交旗印的日子就要到了，皇上必須廢除董小宛的妃位，方可得到旗印。宮中這場大戲，可是要演到緊要關頭了。扣扣，別忙活了，這會兒也沒什麼外人，坐吧。喝點水。好。姐姐的風寒總算是好了。前幾日，姐姐掙扎着去慈寧宮請安，結果暈倒在花園裡，當時那情景嚇死人了。你說這金太醫真是神醫，這麼重的風寒，2副藥下來，便去得無影無蹤了。那婉兒姐去太醫院拿的藥，為何就不起作用呢？還不是因為太醫們是看人下菜碟的。我雖生病，但是皇額娘沒發話，這些太醫心裡害怕，自然不敢對症下藥了。相信他們只是隨便的開些藥應付應付我，我的病自然不能好了。姐姐，太后娘娘太狠了。那天金太醫說，姐姐燒成那樣，弄不好是有性命之虞的。就算有性命之虞，我也得去啊。再說這皇額娘也並非鐵石心腸，你看，她不是讓金太醫來給我瞧病了嗎？姐姐，太后那是怕出了人命，皇上跟她翻臉要人。還有4、5日，皇上才能返京。等到皇上回來，便好了。扣扣啊，姐姐不能靠皇上，姐姐要幫皇上。京城所至，金石為開。姐姐相信，總有一天，姐姐一定會敲開皇額娘的心門的。王爺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王爺！東王，何事讓你這麼緊張？奴才也是剛剛得報，在京城外王爺的莊園裡有26個漢奴集體逃跑了。什麼？26個漢奴集體逃跑了？是，他們在逃出莊園大門時，還殺死了2名守門的旗人家丁。你說什麼？還殺了本王2名旗人家丁？反了天了！
对这些逃跑的漢奴將如何處置？多蒙，你听着，這26個逃跑的漢奴，一個不留，格殺勿論。王爺，這些人可是能賣一大筆錢吶，要是殺了，是不是太可惜了？本王寧可損失點錢，也要殺一儆百，讓這些漢奴再也不敢生逃跑的念頭。去吧。慢。哎呀，季度啊，你為什麼全都要殺死啊？殺1、2個領頭的就可以了，人殺多了，京城會有議論的。我這是按照大清律法辦事，您剛才也聽見了，他們集體逃跑之時，殺了2個兒子的旗人家丁，那我能放過他們嗎？哎，快去，愣着幹什麼？快點，快！快！我實在跑不動了。走這邊。快，站住！快，站住！快！看你們還往哪兒逃！事到如今，弟兄們，跟他們拼了！对你們這些忘恩負義、不知好歹的家伙，必須要殺光！殺！京城吧。京城？我爹有个发小，是朝中重臣洪大人家的管家，他叫郑德海。只要我们能找到郑叔，咱们就有救了。好，我们去找郑叔。哎，找郑叔去。走，快走。走。这2個漏掉的人果然進了京城，總算找到他們了。走，跟上他。來，阿寬，洪府，就這兒了，就是洪老爺家，快走。不开门呢？哟，你们找谁呀？我找德海叔。找我？德海叔，我不認識你們呢。德海叔，我叫王寬，我爹叫王全剛，他說您叫他剛子。王全剛，剛子，來，進來說啊！來，進來。這是洪承疇的府宅啊！好啊，2個逃奴進了洪承疇的家。哼！什麼？你爹是簡親王家莊園的家奴？是啊，我爹前幾天就死在那莊園裡，他是被活活累死的。叔，那簡親王的莊園，他簡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。等會兒，你們是從王府莊園逃出來的家奴？對，我們一共26個人，一起往外逃，全被他們殺光了。王府的人現在到處找我們呢。那王府的人跟在你們後面嗎？沒有，他們不知道我們來了京城。哦，哎呀，孩子，這點銀子你們拿着，來拿着啊！阿寬，叔不能留你們了，你們快走吧！啊，阿寬，這怎麼辦呢？叔，
我们出去只有死路一条啊，叔。叔，你看，这个字是去不掉的。叔，你就看在我爹的份上，救救我们吧。孩子，不是叔不帮你们呐，我不能连累我们家老爷呀。按大清的律法，窝藏逃奴与逃奴同罪呀，这可是砍头之罪呀！不行，你们得赶紧走，真的赶紧走！哎呀，叔，求求你救救我们！叔，求求你不要赶我们走，叔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吧，叔！叔，妈呀，叔啥也不是。叔，救救我们吧，叔！我也给你磕头了！哎呀妈呀！孩子，快起来！孩子，你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孩子呀！孩子，不能连累老爷呀！我给你们磕头，求你们了！老爷，他们我都听见了。赶快先给他们拿点东西吃，啊，洗个澡，换身干净的衣服。老爷，您不能收留他们，建清王府要是知道了，你会招来大祸呀！哎呀，别说了，他们此番出去，就是死路一条，而且这姑娘还懷着孩子呢。老爷，老爷。快给老爷磕头啊！谢侯老爷，谢侯老爷！哎呀，谢侯老爷！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快起来！德海，快起来吧！老爷，东王，你看清楚他们逃进的地方，就是洪府。回禀王爷，千真万確。奴才就怕有閃失，在那兒盯了好一陣子。奴才親眼看見洪府的大管家把那2個逃奴領進了大門。奴才仔細看，絕對沒看錯。蒼天有眼，幫我拔掉這顆眼中釘。本王要親自去捉這個窩藏逃奴的罪犯。馬上集合人馬，出發！這，你們好大的膽子！這裡可是洪府，老爺。洪大人，不好意思，打擾了。簡親王大駕光臨，有何貴幹呢？哼，洪大人，我的2個逃奴逃到了你府上，我是想將人帶回去。逃奴？哪有逃奴啊？德海，在。家中可曾見過逃奴啊？老爺，沒有見過逃奴。洪大人，我想你的這個老管家還不知道逃奴的事吧？我的手下可是親眼看見逃奴逃到了貴府。若是洪大人不想將人交出的話，本王可是要進去搜查了。哎，洪大人，我可以進府了嗎？簡親王，本官在朝是正一品，你要搜查本府，可有皇上和太后娘娘的手谕或者口谕？你憑什麼呀？我就憑我大清這條鐵的律法，逃人法。本王給你個機會，你自己將人交出，這樣事情解決起來對你有利些。若是讓本王強行搜出了逃奴，你這窩藏逃奴的罪，恐怕就沒有什麼回旋的餘地了。簡親王，你真的要強闖本府搜人？沒法子呀，洪大人你拒不合作呀。如果搜不到人，你想好退路了沒有？王爺，奴才肯定人還在裡面。
洪大人，本王可是給過你機會了。若是我搜不到人，你可以以擅闖朝廷命官府宅罪告我；若是我搜到了人，我怕你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。搜！哎，你们，让开！你们，哎。哼！老爷，走！饶了我们吧！饶了我们吧！求求你了，王爷！王爷，饶了我们吧！抓到了！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，饶了我们吧！简亲王，我听说你已经杀了20几个逃奴，这件事你觉得好笑吗？好笑啊！我笑你干了違法的事，還想蒙混過關。洪大人，你這不是又給自己找了條罪名嗎？你可真是天真的過頭了。不錯，我的確是天真。我以為簡親王會有一點人味兒，不會喪盡天良，趕盡殺絕。洪大人，你這可是衝着大清的律例來的，小心吶！這些狗奴才，我要殺要賣，那可都是由我呀。好，既然可以買呢，那麼老夫就請簡親王你開個價，我想將你這2個家奴買下。洪承疇，你老糊塗了吧？同我談買賣。來人吶！在，把他給我抓起來！誰敢動？你們這幫混蛋，敢抓我家老爺！來人，把這個狗奴才也給本王抓起來！誰敢動？洪大人，讓你的這些親兵都乖乖的退下吧。若是他們敢動手，本王向你保證，一個不留。德海，跪下！老爺，還不快退下！哎，退下！簡親王，我看你到時怎麼向皇上和太后娘娘交代？交代？洪承疇，你應該想想你對朝廷、對議政會議、對大清律例怎麼交代吧。把這4個人全都給我帶走！帶走！撤！洪大人，請吧。洪老爺，洪老爺，老爺，王饒命！王爺！哎呀，激動啊！你把洪承疇給抓起來了。阿瑪，這可是個天意呀！我們一直想把洪承疇趕出議政會議，這次絕不能放過他。哎，激動啊！你把洪承疇關在府裡，你就被動了。您怕什麼呀，阿瑪？洪承疇他罪名確鑿，今兒是天晚了，兒子沒法將他送到刑部。明兒個一大早，兒子大張旗鼓、名正言順地把他送到刑部。洪承疇臥藏逃奴，簡親王抓住了洪承疇，大事，天大的事啊！這確實是天大的事。阿瑪，
要不我也不会这么晚把您老叫起来跟您老商量此事啊。阿玛，这可是除掉洪承畴的绝好机会啊，咱一定不能错过呀，阿玛。阿玛闹得有点乱，不过我觉得你帮议政会议立了大功了。您这才刚刚睡醒啊，阿玛。是这样，皇上一定会得到消息赶回来，皇上也一定会保護洪承畴。議政會議怎麼同皇上周旋？我們爺兒倆好好的議議。今年究竟是怎麼了？这大清朝廷真是不得安生。董小宛进宫的事還未了，北方還在大旱，南方卻是大澇。唉，這一次，一品大員洪承畴又窩藏逃奴。哼，窩藏逃奴可是死罪呀！按大清律法，是個死罪。可洪大人是朝廷命官吶，又是太后娘娘和萬歲爺的器重之人，誰敢要洪大人的人頭啊？再說了，洪大人他是碰上這事兒了，他也不是存心想窩藏這兩個逃奴啊。劉光彩，哀家聽你的意思，好像有點為洪承畴鳴不平。奴才不敢，奴才只是說，洪大人他是碰上這事兒了。那個姑娘懷着孩子，洪大人是不忍心看着兩個年輕人被簡親王處死啊。劉光彩，你是漢人，你同情洪承畴呢，哀家可以理解。但哀家告訴你，就因為這兩個逃奴，議政會議就會要洪承畴的命。什麼？洪大人被抓了，他可能要被殺頭。娘娘，事情很嚴重，皇上已經得報，正在回宮的路上，估計黃昏時分便能回宮。皇上回來了，皇上回來，事情就好辦了。皇上一定會立即下令釋放洪大人的。娘娘，劉公公有話讓奴才轉告您。劉公公有話？劉公公要說什麼？說吧。柳公公，Coco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有什麼話不妨直言。娘娘，劉公公說最好不要有旁人聽見。Coco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有什麼話？劉公公到底讓你說什麼？說吧。娘娘，劉公公說皇上恐怕不宜太快下令釋放洪大人，皇上處理洪大人之事要萬分冷靜。議政會議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，若皇上龍顏震怒率性而為，這局面怕對皇上不利啊。劉公公，為什麼讓你來說這些話？因為皇上最聽德妃娘娘的話，劉公公意在請娘娘提醒皇上妥善處理洪大人之事。宮中局勢複雜，劉公公是萬分忠誠萬歲爺的，但若直接向皇上進言，會激怒皇上。皇上最信任的洪大人被抓了，英統領也不在，眼下能幫皇上的只有娘娘一個人。我明白了，麻煩柳公公過去幫我謝謝劉公公。劉公公這是為皇上盡忠，娘娘不必言謝，娘娘也不用對皇上說起劉公公提醒之事。劉公公聰明，劉公公的忠心，皇上和本宮會記住的。是。先下去吧。這。劉光彩，皇帝何時能回來？
回太后娘娘的話，据奴才估算，万岁爺大概在黄昏時分便可回宮。你去查清楚這件事的原因始末，尤其要查的是，正親王同此事可有牽連，明白嗎？太後娘娘，奴才已經派人去查了，奴才一定要查個清清楚楚的。太后娘娘，臣等7位议政大臣一致認為，洪承疇之罪應該一律立斬。但念在洪承疇對我大清屢有功績，且深得皇上的信任，所以我們決定做些讓步，留下洪承疇的人頭。即便留下洪承疇的人頭，洪承疇也還得鋃鐺入獄。但念洪承疇年事已高，恐難受牢獄之苦。議政會議認為，可以對洪承疇從寬處理，罷免其所有官職，回鄉終老。太后娘娘，這是議政會議對洪承疇一案做出的最大讓步，請太后娘娘聖裁。太后娘娘，議政會議出於對太後的無比忠誠，所以毫無保留地交出了底牌。上奏皇上的時候，議政會議會要求皇上力斬洪承疇，臣等都斷定皇上會斷然駁回，而後達成罷官免職的結果。議政會議的苦心，萬望太後能夠理解。洪承疇一案，萬望太後聖裁。請太后娘娘聖裁。郑王爺、敖大人、索大人，哀家感謝你們對哀家的信任。洪承疇一案證據確鑿，無可辯駁。但你們也認識到，這件事同皇帝關係密切，如何說服皇帝接受議政會議的處理意見，恐怕會費一番周折。劉光才估計，皇帝會在黃昏時分回宮。皇帝一回宮，哀家就和他商討這件事。太后娘娘聖明。这個嫉妒真是可惡，他竟敢上折，讓朕親自下旨殺了洪承疇。可惡，狂妄！朕恨不得殺了這個嫉妒。萬歲爺息怒，簡親王是依律行事，並無過錯。萬歲爺不能懲治簡親王啊。是，他可是依仗着大清三法，朕怎麼敢殺他？朕怎麼能夠殺他呢？朕只是說說罷了。劉光才，你也是漢人，你說，洪承疇為了救下2個可憐的漢人逃奴，這有何罪？他該問斬嗎？萬歲爺，奴才就斗膽說句心裡話吧，奴才非常欽佩洪大人，奴才認為洪大人無罪，更不該問斬。好，你有如此的見解，朕很高興。劉光才，朕實話跟你說吧，朕想借此機會，徹底廢除對漢人的極其不公、極其殘酷的三法。萬歲爺要廢除三法呀？對。哎呀，如此勢必會驚天動地，引發一場大爭鬥啊！沒錯，一定會驚天動地，一定會你死我活。洪承疇一案如何處置？皇帝有什麼想法？皇娘，兒子的想法是立即無罪釋放洪承疇。
洪承畴無非是救了2個逃奴的命，皇後娘，当時的情形下，洪承畴不收留那2個漢人逃奴，他們一旦出门，肯定會被簡親王的家丁殺死。簡親王嫉妒在此之前，就已經下令殺了20幾個逃跑的漢奴。這些情況，额娘都知道。聽說嫉妒有奏折上奏皇帝，皇帝你看奏折了嗎？兒子看過了。簡親王嫉妒，想奏請依大清律例將洪承畴斩首。簡親王真這麼說？的確如此。他簡直是狂妄至極，兒子現在恨不得砍了他的頭。皇帝，這件事不可以冲動。簡親王依照大清律法處置他家的逃奴，又同樣依照大清的律法，將窩藏逃奴的洪承畴送交刑部。即使他上奏斬首洪承畴，也都是有法可依。皇帝憑什麼殺嫉妒的頭呢？皇後娘，兒子剛才說的是一句氣話。兒子不會殺了嫉妒，更不會跟嫉妒在這件事情上過多的糾纏。只要議政會議放了洪承畴，這件事情就算過去了。放了洪承畴？你以為簡親王敢動這麼大陣勢，將洪承畴送交刑部，會同意無罪釋放嗎？額娘就告訴你，議政會議已經專門為洪承畴這件事決議過，8位議政大臣全都同意依律問斬。當然，他們也知道要殺洪承畴並不那麼容易。皇后娘，议政大臣知道，兒子和您非常賞識洪承畴，他們也知道洪承畴為我大清做了多大的貢獻，可他們卻還敢集體決議斬殺洪承畴，這說明什麼？這說明他們已經事先安排好，已經有了計劃，他們想坐地起價，他們想逼兒子就範，逼兒子罷了洪承畴的官職，讓洪承畴回鄉養老。既然皇帝能意識到議政會議是坐地起價，而且真正意圖並不是要洪承畴的人頭，額娘真是不胜欣慰。皇后娘对此事是何旨意？请明示儿子。刘光才、蘇娜，你們2個先到外面，哀家有話要同皇帝講。是。刘公公，我看这皇上和太后娘娘若谈不拢，可能会吵架的。皇上现在比以前稳重成熟多了，我看呐，不会轻易吵架。议政会議交旗印的日子越來越近，皇帝千萬別在這個節骨眼上和議政會議發生衝突。額娘的意思是，洪承畴失去官職就失去官職吧，讓他在家休息些時日，也都未嘗不可。等皇帝正式親掌兩黃旗印之後，再找個什麼理由重新啟用洪承畴，到時的阻力就會小很多。當然，你想恢復洪承畴的議政大臣是絕對不可能。可不是嗎？一旦兒子把洪承畴罷免了，日後再想恢復洪承畴的原職，那定是難上加難，且會引起更大的混亂。這件事，皇帝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緒，忍痛妥協。額娘想提醒皇帝，洪承畴同皇帝的兩黃旗印比，孰輕孰重，你應該明白。皇後娘，兒子明白您說的了，兒子會好好處理洪承畴一案。兒子待會兒想去看看洪師傅，兒子想把洪師傅從牢裡接出來，先把他安顿在一個小院裡看守着，因為洪師傅年事已高，他一定承受不住披枷帶鎖，所以兒子懇請皇後娘能夠答應兒子的請求。起來吧。
皇帝的这個想法，讓洪承疇既可以免受皮肉之苦，又給了議政會議一個信號，讓他們在審洪承疇時心裡有個譜。謝謝皇娘。小婉，你帶着重病到慈寧宮給皇額娘請安的事情，朕知道了。你受委屈了。皇上，小婉没事。咱们还是先说说洪師傅的事吧。小婉知道，皇上現在最擔心、最焦慮的就是洪師傅的事。皇上一定很憂心吧？皇帝確實越來越沉穩，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。看來洪承疇的這個事件可以妥善解決。皇上去中翠宮看德妃，必然會跟他聊到洪大人的事情。德妃也一定會勸皇上穩妥行事。德妃的話對皇上還是有作用的，這就又加了一層保險。不錯，皇帝最愛聽的是德妃的話。讓姑姑最頭疼的也是這個德妃。小婉，這件事想必你都已清楚，你認為朕該如何處理這件事情呢？皇上想知道小婉的想法。朕想知道，朕想聽聽你的真實想法。那小婉就用皇上方才討價還價的話來說吧。這議政會議和簡親王說要一律殺洪師傅的頭，這是坐地起了一個天價。而皇額娘認可保住洪師傅的人頭，但罷其官職，其實就是一種妥協。皇額娘想做的主要是讓議政會議可以順利交出兩黃旗印。可小婉知道，皇上是不會同意洪師傅被罷免的。如果洪師傅成為廢人，將意味着皇上的失敗受挫，且往後皇上的日子恐怕也會更加艱難。看來你對洪師傅一案做了充分的分析，已經有了應對的良策了。小婉一個女人，哪懂什麼朝廷大事啊？只是小婉了解皇上，所以知道皇上會如何做。你知道朕會如何做？皇上不信呢，那小婉猜猜看。好啊，你說。若小婉沒有猜錯的話，皇上待會會去見洪師傅，皇上會讓洪師傅寫一份奏折，奏請廢除三法。小婉，你如何知道朕所想？小婉哪知道皇上所想，小婉只是瞎猜罷了。而且小婉還知道，皇上不僅會讓洪師傅寫奏折，皇上還會暗令朝廷當中的其他漢人官員，讓他們一起請奏，聯名上書廢除三法，對嗎？不錯，朕確實想暗中派幾個漢人官員上奏。你要知道，現在漢人官員中早就有廢除三法的聲音了，像陳明夏、金之俊，還有錢謙益等人，早就在私下同洪師傅議過此事。如果他們聯名上奏朝廷，可在朝廷內形成更大的聲勢。朕就是要滿朝文武官員對廢除三法之事大議3日。皇上這樣做，恐怕又會引起朝中的風暴，皇額娘恐怕又會頭疼了。皇上可有想過最壞的結局嗎？最壞的結局能有多壞？無非就是洪承疇罷免所有的官職，賦閒在家，無非就是兩黃旗印交接不順。皇娘和朕說，旗印跟洪師傅比，洪師傅救世祖，讓朕丟卒保車。但朕認為，洪師傅不是卒是車，朕一定要保住洪師傅。那皇上的意思是，
要違背皇額娘的旨意了，堅決保住洪承畴。皇上可要慎重想想。皇額娘知道此事之后，一定会很傷心的。而且皇上這麼做，究竟勝算有多大？此事事關重大，皇上要三思啊！万岁爺，洪大人來了，快請。洪大人，請。皇上，罪臣叩見皇上。洪師傅，快請起。皇上，您不過就是救了2個可憐的人，何罪之有？回皇上，當時老臣救下那2個逃奴，就知道以後會有麻煩。只是臣不曾想到，這個麻煩竟然會如此之大。老臣獲罪事小，死不足惜，但因此連累了皇上，讓皇上在議政大臣面前左右為難，臣深感愧疚。看看咱们這對君王臣子，臣子做了一件臣子應該做的事，可他就要擔心着給君王惹上麻煩。那幫王公大臣的權勢，真像是凌駕在朕的皇位之上。洪師傅，咱們坐下來談吧。謝皇上。洪師傅，朕現在還不能立刻下旨釋放你，你還要在這兒委屈幾日，朕一定要保護你。皇上，老臣能夠走出牢房，住在這裡，已經是皇恩浩蕩。這幾日，老臣正好多讀點書，為皇上籌謀。朕命你今晚便寫一個奏折，遞上來，奏請廢除圈地、頭衝、逃人，豈能畏首畏尾、瞻前顧後呢？好，臣定當今晚連夜寫出奏折，痛陳三法的弊端。好，後天是例行朝會，朕要在朝會上下旨，令大臣們大議三法的弊端，為日後廢除三法大造聲勢。借一步說話。陈大人，皇上派人讓咱倆寫這份奏請廢除三法的折子，這份榮光讓金某人激動的真是徹夜未眠呢。金大人年輕氣盛，感到更多的是榮光。老夫經歷了些風雨，這心裡是沉甸甸的壓力啊。陳大人不必擔心畏懼，興許不僅是我們倆，還有其他人寫折上奏。畏懼？金大人可小瞧老夫了，何來畏懼？老夫連生死都已置之度外，為了這一天，我陳某人等了太久了。知郡失言，陳大人明斷形勢，方感壓力。不過我看皇上決心很大，廢除三法應有勝算。皇上若是勝了，這大清的歷史便朝前邁了一大步。此事必將載入史冊，為後人傳誦。若是敗了，你我也就捨身成仁了。待會兒朝會上，我相信大多數的漢人臣工都會支持咱們的奏議。兒子給皇額娘請安。起來吧。謝皇娘。皇帝這麼早就來請安，今天不是有朝會嗎？不趕着去太和殿，卻來慈寧宮請安，是有什麼事嗎？皇娘，現在離上朝的時間還早，兒子有幾句話想同皇娘說，說完便去上朝。有什麼話說吧。